有冇搞錯？大家好，石生啊，而家都係過年期間啦，祝大家新年快樂嚇！當然我哋今日呢都要繼續講呢個北京嘅局勢啦。其實北京而家呢已經唔係一個普通嘅權力鬥爭嘅問題，而係進入咗一個有可能改變中國政治走向嘅一個窗口期嘅，因為幾樣嘢同時發生嘅。而家張又俠、劉振立究竟去咗邊度？生死未明啊！而家呢個黃小紅呢，據説呢可能要退場嘅。另外李克強嘅死因而家再次俾人反出嚟。當然我哋睇三條線，睇起嚟係分開嘅，唔同嘢，但係全部指向一樣嘢，好關鍵嘅一樣嘢。就係內部嘅安全默契正喺度瓦解。當然你知道而家呢個兩會下個月即刻要開㗎啦，3月份開啊。會唔會跟住呢2月份嘅政治局開會就即刻要開？會發生乜嘢呢？當然就可能有好多嘅變數啊，係嘛？我哋講下張又俠先啦。而家最新嘅消息最新嘅消息，而家流出嚟係講嘅，佢係控制喺北京附近。有啲朋友講佢都3環都未出，一定係控制喺入邊嘅。有啲講呢就係話呢個昌平，有啲講呢就係講呢個靠近呢個廊坊嘅南部一啲地方即係有幾個基地。一個係公安部嘅基地，一個係中央係警衛局嘅基地，或者邊度，總之唔會控制喺軍委西三指揮中心嗰個地方唔會。但係而家講呢，就係佢話有消息傳出嚟，話佢係而家絕食抗議身體已經惡化，甚至傳呢個病危其實你無論邊一個版本，其實問題唔係喺呢個軍委副主席。如果佢係你控制期間出咗事，咁意味住乜嘢呢？當然，其實另外一個傳說呢，就話其實佢喺捉佢嗰時已經係重傷，因為佢個保鏢會反抗啊嘛。即係公安部啲人呢都大槍噶嘛，可能大刀啊、大槍啊，唔知即係捉佢嗰時已經受重傷嘅。究竟係咩回事呢？有啲人甚至講已經死咗嘅。而家即係當然一個軍委副主席，佢咁樣一個位嘅人，用呢一種方法去捉嘅時候，唔係要程序，而係用呢個突然間衝入去捉人呢個時候，意味住乜嘢呢？意味住中共軍隊裏邊嘅最重要嘅力量呢，突然間斷線嘅，因為佢係保守派，而且佢係保黨嘅。中共對外永遠都係講嗰樣嘢，黨指揮槍啊嘛，係嘛？呢一句呢，就係中共嘅政治嘅鐵嘅規矩啊。但係佢真正入邊呢，靠乜嘢嚟運作呢？靠邊個最有權利係邊個最兜底啊？最後嘅安全靠邊個？當然最後嘅安全靠軍隊啦。所以張又俠呢啲人呢，係中共嘅呢個政治嘅系統裏邊係最後嘅安全保障嚟嘅。如果佢可以喺黑箱裏邊出事有問題所有嘅派系都可能出事，都有問題。所以呢個就係內部恐懼嘅來源啦。所以佢係信任嘅系統，所有嘅機制，所有嘅制度，所有嘅系統，最重要嘅就係信任。呢個係如果冇信任，所有嘢都運作唔到嘅。喺而家喺紅色家族裏邊，而家就出現咗反覆去逼問習近平，唔同嘅軍隊去問，元老去問，老人家去問，即係嗰啲太子黨紅二代去問，
所有人都去問，下邊嗰啲人都會去問呢個問題：張若霞喺邊度？人喺邊度？仲喺咪喺度？你嘅過去嘅規矩仲算唔算做唔做數？因為你捉咁樣嘅人，你要經過開會，要討論，要有個決議啊嘛，你先至可以捉人啊！唔可以話自己揾兩個人講下即刻去拉人嘅，因為嗰個即係嗰個係毛澤東時期或者係古代皇帝嘅時候咁樣做法，你而家唔係咁做噶嘛，所以呢個當然係一個最大嘅問題。第二呢，就係軍權本身，因為你呢個制度本身啊。就係要軍委主席負責制，政委嘅系統、黨委嘅領導，全部都係為咗防止你軍隊咧反水。因為即係以前咧，如果軍隊反水咧，可能就出大問題嘅。而家軍隊裏邊嘅最大粒嗰個人出咗問題，所以就唔係一個宣傳嘅問題啦。即係你後邊再上嚟嘅人，邊個係安全嘅？邊個係有？即係你完全翻到北韓嗰個模式，你都要問人哋願唔願意做嘅。所以三中全會唔係三中全會，3月初即係呢個兩會啊，3月4號、3月5號啊，人大政協就開會㗎嘛，軍隊裏邊嘅將領都要過嚟開會㗎嘛。好多人都要過嚟開會啊！呢個就係一個窗口期，會唔會有人借呢個時間發難呢？當然可能性唔係咁大啦。最大嘅係呢個政治局開會，你可唔可以擺平呢樣嘢？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。咁啊，第二呢，就係李克強嘅。李克強你知道2023年喺10月啊，李克強喺上海猝逝，心臟病。官方嘅講法係咪？但係呢一個事件從嚟喺政治上邊，大家都冇擺低，因為呢個死亡一旦係政治問題咧，涉及李克強呢咁樣一個人物，總理永遠不可能係一個醫療問題，一定係政治問題，係嘛？你有冇搶救？醫療組有冇報告？當時係發生咗咩？你之前嘅身體檢查係咩回事？全部都有記錄嘅，使好多錢嘅，好多專家嘅。你點解會發生咁樣嘅嘢？所以中國入邊內部嘅人完全唔相信啊！呢個政治人物本身嘅健康本身就係政治，包括林彪啊、劉少奇啊、周恩來啊，包括你習近平，你去外國你一定係將佢屙屎瀨尿嗰啲嘢全部攞走咗，你唔驚住俾人哋知道你嘅健康嘅問題。所以李克強嘅健康係咪有問題呢？因為而家已經有元老啊，包括有啲人已經提出嚟，要重新查李克強究竟係咩回事。呢個時間點啊，當然係好敏感啦。本身呢個係一個政治動作嚟嘅嘛，因為對於一批元老嚟講，你不滿意而家中共嘅最高層嘅呢個運作嗰樣嘢，但係你又唔講得乜嘢，你唯一可以講嘅咩呢？唯一可以講嘅就係李克強，係嘛？因為我要查李克強究竟咩回事啊？有冇人要負責呢？當時你有邊個去喺度負責？邊個做嘅決定？送邊間醫院？咩所有呢啲問題，邊個負責？所以變成好關鍵。佢高層緊張嘅時候，呢張牌一定翻出嚟嘅。李克強係咩回事啊？冇事嗰時咧，大家就唔講；一旦有事嗰時，當然大家就攞出嚟講。李克強究竟咩事？點解死嘅？邊個負責？一定會講，因為只要講到呢度，先至可以拖人哋落嚟啦。咁就講到第3條，就係黃小鴻。因為而家傳得好犀利，就話黃小鴻可能要退場，
因為佢身體又係健康啊，出咗問題啦，有呢個咽喉癌，有個膀胱癌症。當然我哋就唔知啦，因為政治嚟到呢個高度咧，嘅健康問題就唔係一個八卦啦。黃小紅係副國級，係國務委員啊嘛，公安部部長，中共嘅咩禁毒委員會嘅咩，仲係中共中央書記處嘅其中一個書記。呢個書記咧，當然就係刀把子啦。你知道黃小紅啊，佢上嚟之後主持咗好多清理清洗嘅工作，包括周永康啊、孫力軍啊、傅政華啊，成個公安系統、政法系統幾輪大震盪啊，等於佢喺嗰度後邊一隻手全部重新排個位。所以黃小紅唔係坐喺一個舊嘅公安系統上邊，而係一個全新嘅一個權力結構，即係佢自己佈局嘛。因為黃小紅大家都知道，佢同習近平呢個關係係唔係普通嘅一種叫做上級下級嘅呢個關係嘅，都唔係一個忠誠嘅問題，而係喺習近平未發跡之前咧，佢哋就已經好好啦。所以對佢嚟講啊，如果黃小紅退呢個問題，即刻就話邊個上？我哋講啊，就算係一個好忠誠於習近平嘅人上，你可唔可以控制公安部系統呢？因為公安個系統啊，高度封閉，地方嘅唔同嘅派系好複雜嘅，你冇幾年啊，你根本就掌握唔到嘅。好不容易黃小紅掌握咗成個呢個系統，你而家叫佢退，咁意味咩？你刀把子即刻出現問題啊，係咪？所以呢個問題呢，就係元老或者係中共內部其他嘅政治勢力呢，就係要逼你做嘅政治交換。佢哋唔知啊，佢哋當然知啊，但係呢樣嘢就係同你做嘅政治交換。可能朋友好多講啊，元老，中國元老係邊啲人呢？咩元老？其實元老有幾派嘅，其中一派咧，我哋都話係叫佢保守派啦，曾慶紅曾慶紅好犀利嘅，呢個系統嘅人物代表啊，啲邏輯好簡單嘅，唔可以讓而家呢個事呢個問題張若霞呢啲嘢咧變成一個內戰。又唔可以，大家你如果反對佢，你都唔可以用槍，你可以用組織嘅力量嚟做呢樣嘢。因為佢最驚嘅就係沉船，成個反台啊，成個制度崩潰啊！另外一個仲有一派元老嘅，即係比屬於改革派，即係改革開放。改開派，包括溫家寶啊、汪洋啊，包括劉源啊。劉源呢一班人咧，佢係想恢復呢個鄧小平嘅集體領導啊，之前嗰個路線，恢復呢個經濟以前嘅一種方法。呢一種啊，其實最近有一件事咧，溫家寶2月11號，溫家寶一個賀卡俾人登出嚟嘅，因為溫家寶係寫俾四川北川中學嘅校長劉亞春，因為佢又提到咧，就係2008年啦，汶川地震以利盈礦，好咩諗起點啊。當然呢一件事有冇政治嘅含義咧？其實都有嘅，因為溫家寶係直至入咗四川地震嘅災區咁啊，但係佢調唔到軍隊。當時佢係總理，胡錦濤都調唔到。佢知道地震72小時係呢個黃金時期嘅時間啊嘛，
你嘅軍隊係5日之後先至入到去嘅，因為佢調唔到軍隊，佢打電話，最後好嬲啊，係咪？因為當時嘅總參謀長陳炳德啊，後尾寫文章都證實嘅，温家寶只能夠掟電話啊，係嘛？佢話我係對人民負責，你哋自己睇住辦，嘭一聲掟咗電話，大家都知嘅。但係而家你要講翻呢一件事，即係温家寶呢個賀卡啊，俾網上面登出嚟，都幾有意思嘅，係咪？都係一種露面啊！呢個露面嘅政治係好有意思嘅。中共內部啊，嗰啲官員啊，佢會睇呢啲信號，邊個人講咗乜嘢，開會嗰時企喺邊度，坐喺邊度，邊個人以前嘅元老出嚟啦，呢個發咗一篇文章，整咗一張相，呢啲全部都係內部嘅一啲信號嚟嘅。當然而家係好敏感啊！二月底應該係一個星期之後，要開政治局，要開會。3月初開兩會。如果政治局會同埋兩會全部都冇張約克問題嘅方案，咁結論呢就係後邊可能就係越嚟越麻煩啦，因為反台啦，係咪？所以幾樣嘢啦，你即係可能性。習近平連任，即係話2027年21大連任。如果佢連任，好有可能就變成高度嘅家族王朝嘅極權啦。呢個就係一定係咁樣嘅，係咪？所以而家即係呢個格局。問題係到咗一個臨界點，你嘅紅二代、你嘅官二代、其他嘅權貴，你哋想唔想翻去走咗去北韓嘅嗰個政治？有眼睇嘅北韓嘅政治有冇其他權貴？冇嘅，得一家人，其他人全部都係死。所以最危險嘅唔係普通老百姓，都唔係喺海外呢批人。如果順住嗰個方向行，最危險嘅就係內部嗰啲權貴，包括紅二代、官二代，包括元老啊。所以軍權咧，而家係點樣即係處理呢個問題？可唔可以翻到鄧小平嗰個時代？我諗都翻唔到去啦，一係共產黨解體。一係走咗去北韓就係兩種嘢。咁當然經濟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因素一個軍事，一個經濟。你經濟如果下行啊，你一定會影響到中共內部啊。所以好多人講2026年咧到27年係轉折年咧，你信唔信咧？你就睇啊！你個人啊，你點樣去認識呢樣嘢？因為中國好多嘅預言都講到2026年到27年係一個中國嘅大轉折嘅年份，包括中國入邊嘅一啲風水師一啲人，在生嗰時唔敢講，臨死之前係講咗呢句説話：26至27。係一個大問題嘅年份，所以我哋會繼續同大家睇兩個可能，一個去北韓，一個係共產黨倒台。而家北京嘅權力鬥爭係冇降溫，佢其實係進入咗一個決定走向嘅階段。所以而家我哋即係軍方會唔會表態啊？政法系統會唔會鬆動？會唔會換人啊？元老同埋現任嘅呢啲官員咧，傾唔傾得埋啊？所有呢啲嘢，我哋都會喺未來幾個月睇到好多一啲變化。唔理係人事
或者係咩信號啊、宣傳啊，好多嘢可能有唔同嘅選擇啊，有唔同嘅咁啊。當然啊，我哋要跟大家一齊去睇嘅。我哋今日講唔係八卦，唔係傳聞，而係中國中共嘅權力結構一定會發生嘅一啲變化。所以其實已經一個倒數期，未來呢將會好巨大嘅一個變化。咁啊，大家一齊去睇嚇。我諗啊，唔單止中國嚇，其他國家可能都面臨一個好巨大嘅變化。好啦，今日就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收睇。我哋下一次節目呢，再見，拜拜。